大家好啊，我叫做月巴，今日第一次拍片同大家 share 下我玩 Pokemon Mr. Star 第3彈，之前都有玩開㗎啦，不過就冇拍片。咁今次開始拍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。啱啱收到禮物，小炭仔一隻。唔知今日第一場會見到有啲咩呢？係有小桃奇異花，希望喺遺跡度見到佢啦。出現啦，係大桃奇異花。直接揾鳳神犬招二式技收佢尾。鳳神犬招 set 技直接打佢超過7成血量。呢一彈都未捉到經典卡，希望可以掟個靚波啦！係超級球喎，都唔錯，都唔錯。可惜就係入擊死。聽到不妙嘅聲音，直接放棄。隔離直接出經典噴火龍。極具系列會出啲咩呢？係卡比獸，而左邊亦都收到隻爆炎龜獸。好，卡比獸出去再揀個。好，睇下都係得3隻5星啫。左邊都係得3隻5星，好，唔嘥時間，直接同大家下一鋪，睇下有啲咩攞得到。Special 盧卡利歐一隻。都係得3隻5星，今日啲6星呢都好賣啊！
一鋪收到火焰雞。繼續3隻5星，今日真係同啲6星冇乜緣啊！好，今日last一鋪，睇下會收到啲咩禮物先。係巨照乖，終於見返6星小圖啦，係水箭龜，唔知佢係山頂定係雪原呢？OK，睇嚟今日真係冇乜運啊！直接揾噴火龍 X 收尾。last一鋪連埋左邊一齊投草，睇下會出唔出到好少少嘅嘢先。第一隻鴨嘴鹽獸，第二隻輪琴貓，第三隻巨炭山，第四隻雷吉斯奇魯，第五隻大比鳥，第六隻紅蓮海騎，第七隻蝴蝶，
哇！爆藍光啊！第8隻奇異花 Last Ball Magic 出現啊！今日打咗20鋪左右，出咗呢3隻綠星。喂，唔好走住先，大家都睇晒成條片啦，梗係會有嘢送返俾大家噶啦。大家只要 like 同 subscribe， 最後喺呢條片下邊留言我想抽獎，就有機會抽中圖中綠星黑卡1張。獎品會分為5份，隨機送出。抽獎活動時間截至12月15號夜晚11點59分，大家把握機會啦！